提供弱势家庭囡仔课后辅导的中华阳光少年展望会，却去互投诉，讲因有无适当的体罚行为。理事长敢若是嫌囡仔伤过吵，就当场叫囡仔罚跪。社会处调查了后认定，讲这管教的方式确实是无妥当，甲因罚3万，而且这补助也动起来啊。一阵囡仔伫教室内底坐边仔姓陈的机构理事长，却向叫囡仔跪落来。原本应该是提供弱势囡仔关怀辅导的中华县阳光少年展望会，互人也讲有不当管教行为，疑似是因为嫌囡仔人吵，就叫因当场罚跪。负责人他在旁边滑手机，可能觉得吵，就叫他们下跪这样子，看得很心寒啊！这是照顾弱势学童的地方，我们应该是要教育，而不是责罚。去年7月休热时阵，中华县阳光少年展望会申请政府的小卫生计划，专门服务身障者、经济等弱势家庭的囡仔。民众发现机构有不当体罚的行为，向主管机关申请。机构负责人表示，因为囡仔人伤急，讲袂听，才会叫因去边仔罚跪。县府经过调查，机构有牵涉不当管教，所以甲裁罚。他们2个在吃饭会拿筷子在那边互戳，因为一直屡劝不听。所以才会叫他们各自到旁边来，问不到5分钟啊，就跟他们解释完不要讲这样子，然后彼此互相道歉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针对本涉及不当管教案件为113年民众陈情案，本府依儿权法及相关规定办理，裁处罚款，并同步停止补助。县府表示，去年10月接到通报，11月就召开裁罚会议，罚机构3万块，停止小卫生计划补助。理事长嘛已经请辞，县府也强调，赛后会继续加强社区方案人员的教育训练加监督机制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